屈無線記者阻路，天理仲喺邊度？別在門口錄啊！無線 camman 上個禮拜五採訪楊康探樓下，無啦啦俾5個大漢打到心口軟組織受傷，額頭都腫埋啊！佢事發之後去過洋坊店派出所2次協助調查，每次都唔准記者陪住，而派出所都攞咗當日嘅片段。前日佢第3次去落口供，對方話嗰日係傳媒阻塞通道，犯錯在先，又問佢知唔知境外記者採訪嘅規條。哇，正常採訪都被屈，佢梗係唔認啦。而且幫 camman 落口供嘅人都唔肯透露身份同職位，咁打橫嚟有原因嘅。因為胡佳話打記者嘅正正就係駐守洋坊店派出所嘅國寶嚟噶。件事未解決，無線話會繼續關注。新聞部已經係投訴咗啦。咁當然佢係會係密切注意嗰個事態進展啦，唔係話就咁我做一個姿態投訴人算數，因為我哋必須要除咗要向有關嘅同事交代之外，更加需要咧就維護我哋嘅新聞自由。記協同攝影記者協會等等嘅團體今日會發起捍衛新聞自由、嚴懲暴力黑手嘅遊行。下晝2點半，先係西區警署出發，行去中聯辦，嚴正要求政府同中央確保記者安全，同將行兇嘅人繩之於法啦。